后来过来，这件惊险的意外发生伫南投的草屯，粪扫车来收粪扫，有民众隔一大堆黑色的塑胶袋啊，清洁队员启动这个压缩泵，结果粪扫袋啊瞬间变开，当场营影刷尘赢赢飞，搁甲清洁队员喷到规身躯拢是灰，目睭爬袂金。原来民众所等的是金纸糊甲香糊，啊，拢无淋水先来处理过。直接就挤入去粪扫车的车道，才会发生这款的状况。清洁队员才拄接过粪扫袋啊，刷手等入去车道，后一秒袋啊煞变开，冒烟散布。清洁队员洗外头，规身躯营影，目睭也拢爬袂紧，紧拍开防护炸烂落车，也有人一时看顶打，抓准是爆炸。干嘞，啊压炸爆起。人都大家规身躯拢是。我感觉就来我遮，恐怖咧啥？惊险的代志，就发生伫昨下晡，南投草屯的电工所，粪扫车当咧执行公务，想要到民众的粪扫袋内底，满满拢是金纸的灰糊甲香糊，直接弹入去粪扫车，灰糊赢赢飞，害清洁队员的目睭险啊着伤。民众他没有告知说，那里面装的是香灰，而且它是里面充满了空气。有受伤吗？没有，有问过。主要是眼睛啊，是还好没有。灰糊的沙巴互风吹一个赢赢飞，四口位啊硬碰碰，清洁队员影响上大，若损害到呼吸道，短期内个恐惊也会造成职业伤害。把那个香灰，然后弄水把它浇成就是胶状，然后再把它丢到垃圾车上面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清洁队员情况照。更加互人烦恼，卡住金纸灰糊的火无完全淹掉，那呢粪扫车伫压缩的过程中，可能会引发到火灾，那呢效果就真歹势上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